美國巨星Taylor Swift， 我哋叫佢做妹妹嗰個咧，同個橄欖球嘅傳奇球星 Kels 終於咧喺紐約舉辦咗本世紀最奢華嘅婚禮。紐約為佢哋封街咗3日，川普咧又為佢延後發佈會。妹妹響全球嘅粉絲數量仲多過美國人口。不過咧佢嘅婚禮係過於私密，我哋係睇唔到啦。但係咧婚前協議就被爆咗出嚟。妹妹總資產接近21億美金，佢老公咧雖然係體育明星，身家咧有9000幾萬，都係好巴閉噶啦。但係因為女方嘅財富體量咧係男方嘅22倍，咁好萊塢嗰啲豪華婚禮背後咧肯定會跟住一份婚前協議噶啦。但係咧一啲都唔影響佢哋嘅愛情同婚姻嗰啲浪漫噶。咁樣做嘅好處咧就係離婚嗰時可以乾脆利落，唔使消耗雙方嘅感情啊嘛，縮短晒啲時間。聽聞咧佢哋嘅婚前協議足足有40頁咁長，仲有人傳出話婚前協議約定一方出軌罰款2000萬美金。雖然未證實，但係咧咁寫喺美國咧係一啲問題都冇嘅。但係同一件事如果翻到中國嘅話，唔少案例證明係行唔通嘅。首先咧，如果一方出咗軌，另一方咧唔想離婚，想繼續維持婚姻，想唔離婚嘅情況下要賠個50萬賠償金，法官咧一般係唔會支持你單獨起訴執行嘅。就算離婚嗰陣時一併提出，法官都有可能話你將倫理道德義務金錢化，違背公序良俗，不予支持。最後咧仲有可能法官話50萬嘅懲罰過重顯失公平添。廣州咧好幾個案例就將50萬嘅賠償減到5萬蚊添。仲有嗰啲咩約定出軌咧就失去仔女嘅撫養權或者咧仔女嘅18歲之前唔可以再婚等等限制人身自由嗰啲條款係一律無效嘅。陳律師喺呢度就問下大家，你哋話咧美國法律人性化咧，抑或係中國嘅家事法律更加咁樣保護婚內雙方同埋財產呢？我係陳律師，我團隊推出嘅富三代財富傳承體檢，可以幫你驗視家庭資產嘅流向，量身訂造方案嘅，一次體檢3代安心。